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伫个9点准时吼，遮济兄弟已经坐伫遮。拜五暗时就是，迄台语要安怎讲？拜五惊拜日，所以前一天哦，早日歹势，我台语无好。早日就是拜五暗时，阮学校是这办即咯。 拄开学嘛吼，要办甲家长讲话这活动啦吼。我讲今年足奇怪，迄活动7点开始，6点10几分、20分，足侪家长已经来啊。老师就咧讨论讲奇怪，毋是有宣布讲7点才开始，哪会遮侪人来啊？我想想诶，我无去确认，我家摇诶，我讲啊，外口伤热。 吼、所以下班紧来，这学校吼吹冷气安尼。啊，毋过相信兄弟姊妹今仔礼拜早起吼，遮准时来到遮，毋是为着冷气啦吼，是为着要甲咱的上帝三甲组织伫伊的面前。好，即摆礼拜时间已经到，咱就三甲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你水的旨意。 搁一摆带领阮众兄弟姊妹来到你的面前，自集要来学了你。主啊，即礼拜是青少年的主日，求你来帮助即群少年人，互因今日在服侍的时阵，主啊，有你的智慧，有你的能力，干伫地。主啊，伫个过去即礼拜。 随便阮逐人可能有拄着忧闷，拄着烦恼，有注意的代志。主啊，求你即时帮助阮，摒空阮家己，独独来仰望你。主啊，伫个今日个礼拜，要来听探主你要对阮所讲的话。伫今日礼拜内底。 主求你圣神大大祝福即群少年人，互因伫个服侍中间，互阮众兄弟姊妹伫参加礼拜中间，主，阮拢会使对你遐得到祝福甲恩典。阮将今礼拜为头到尾，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 今摆大家到早，平安。今仔日吼，就足侪人看到我，就讲哎呦，生了无啥共安尼。有2个所在无共，头一件是有穿即领，甲大家介绍一下。即领衫是阮主流服侍为9月开始做的衫吼，所以后边恁若是有看到即领背心，就代表是伊是即马伫咧主流服侍的同工。毋若是大人，嘛有可能是。 9年级实习生，因为阮相信伫咧上帝的教示啊，佮有听内底，为9年级开始，伊就有能力对伫上帝对遐来智慧啊，佮有困难，会使服侍比伊佮较细汉的囡仔。所以若是看到因，请互因鼓励，嘛加加替遮个同工，甚至是咱的学生祈祷。第2点，我今日挂目镜，不是因为造型，我目睭有结膜炎啦，所以请大家嘛，会当。 伫个这个流行的季节，注意家己身体的健康哈。咱做伙来锻炼咱今仔日的诗歌，头一首咱做伙来唱圣诗第618首，咱着信靠上帝。这是咱今仔日的头一首圣诗，这首圣诗大家嘛非常熟，咱做伙先甲第1节啊，佮第2节做伙来吟，请。 行
第二站。经过人生风浪，救主为咱开路，吞论停候救主安排，到尾平安自在。愿主掌管地理，但以灵灵之心，主宰救主奇妙成就，智慧观灵拯救。我想要问兄弟姊妹一个问题哈，请咱对伫家己来回答吼。你感觉你甲目前的人生是足平顺的？请你举手。你感觉你甲目前的人生是充满挑战的？请举手。你感觉你的人生是足有上帝的恩典，虽梦有平顺有挑战，毋过一切拢足平安的？请举手。感谢主，感谢主。咱拄则咧吟即首诗啊，咱看伊的内容，咱哪吟诗的时阵会使哪想？即首诗歌呢，伊咧做的事，其实是甲咱讲，咱着爱倚靠上主，勇敢正直。无论拄着啥物代志，咱拢爱靠主来行。毋过，甲大家小可介绍一下，咱即首圣诗的作词者普，伊的一生伫咧40岁以前的人生，拢是伫咧战争中经过。所以伫咧伊一直到30几岁，静源你即马几岁？25，嘿，25的时阵，这位作词者还在人生的战乱的过程。一直到40岁，40外岁，伊才真正安定落来，找到一间教会通好牧会。在45岁的时阵，才娶某生囝。毋过人生的命运敢若无足好的款待伊。伊5个囡仔有4个伫咧足细汉的时阵就过身啊。因某伫咧生完这5个囡仔嘛，因为破病嘛来过身。伫咧伊后来的人生，其实一直拢是伫咧一个足辛苦的过程中经过。毋过伫咧即个人生遮尔辛苦的时阵吼，伊阁写出即种圣诗，写出即种词，诚做咱足侪人的帮赞。所以希望大家伫咧吟诗的时阵，嘛会使一边笑脸，一边嘛向主来回应咱家己生命。咱嘛是确实爱充满感恩啊！吼，咱做伙阁来甲第1节阁来吟一遍。今仔日第2首圣诗，第2首诗歌，咱来吟平安7月暝。这首诗歌大家应该拢真熟，因为即马嘛是伫咧7月节的时期。拄则有问大家，虽讲咱生活有一寡挑战，不过大家拢会当伫咧即个过程，超出上帝引带咱每一个人的旨意。愿上帝的平安，甲咱每一个人伫地，咱做伙来吟吼。呀，起地真相相思，别扭刚刚就客边，大树的风微微，听着树声。上帝手赐的平安暝，也好欢喜我的行为，我可以拢免惊啥物，虽拄着风台天，予我心有平静，将平安藏。
内底讲，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诗篇23篇4节。这次你若是有感觉生活有一点仔辛苦，或者是你有任何的忧伤、痛苦，你拢会当来甲上帝的面头前。愿意的听堂会当加做咱每一个人的力量。咱搁甲这首诗歌搁转头搁唱一遍。过死荫山谷，我过心山谷，也无惊灾害。伊会甲我伫底，因为人为我有恩典甲慈爱，甲我三做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我过死荫山谷，我过心山谷。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有平安对我一世人。咱做伙用圣诗第159首，主踮我心内，无惊吓自在。金两赞来安静心，陪伴今仔日礼拜。主踮我心内。
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即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荣光，追求伊的指示。即时，请咱做伙来吟成圣诗。成圣诗159首，注定我心内无惊吓自在。注定我心内无惊吓自在。即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美丽我心神照亮你无停。你做我光灯，互我有光明。请起立吟全首。请坐。即时，咱用主所教示的祈祷文来祈祷，伫周报的第7页。请，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抵带阮入日去。叫对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这时，请咱做伙来启应。伫成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25篇，也是诗篇103篇。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伊用大款的好面，互你一世人满足。上主施行公义。上主有慈悲，有仁爱。伊袂久等责备。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
天离开地有偌悬？东离开西有偌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当咧，伊的生命亲像草，风一个吹就消失。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主的话，恁拢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车赛啊！伫伊掌权大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我的心性着称赞上主。即时，请选离姊妹来带咱祈祷。咱三甲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你是天顶的大君王，感谢你陪伴守护阮，守护阮一切的需要。感谢你替阮每一个人安排特别搁美好的计划，互阮伫每日的生活中拢会得到你的恩惠。阮是上帝的囝儿。伫生活中有真侪代志要思考、决定，无论伫家庭中，也是伫学校、公司内面的，拢会得到真侪艰难。咱人有限阁软弱，无法度看见主为阮安排的美好道路。伫拄着问题的时，伫痛苦中，常常无法度了解上帝旨意。拄着困难的时阵，阮时常亲像彼得，欠缺信心，袂记得主耶稣的教示，常常倚靠阮家己的才能。阮的信心常常无够也，求主赦免阮的软弱，也求主提醒阮，定睛伫你的身躯顶。现代社会中，对青年人有真大的困难，有的人无得到家庭的温暖，有的人受社会压力的影响。伫这世代，阮的教会应该用侪侪资源来关心青年人的需要，互伊伫成长的过程中得到教会的照顾。阮也为后礼拜文山教会替青少年举办的电影分享来祈祷，帮助青少年人学习生活伫基督内面，荣耀主的名。阮的帮助是对耶和华你来，求主施恩引带阮，帮助阮，互阮伫生活中实践对你来的信心。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免。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
记载伫新约圣经雅各书雅各书第2章第1节到第17节。我的兄弟啊，领受咱的主耶稣基督永远的主的圣，毋通用外貌处人。若有人挂金手指、穿水衫离恁的会堂，也有送香人穿破烂的衫逼你，恁就看穿水衫的，甲因讲，你做迄个顶位，也甲送香的讲，你徛迄位，也是坐伫我的骹踏椅的。这敢毋是心内有真纸，用歹念头来分别吗？我所听的兄弟，着听啊！上帝敢毋是经世间送香的，互因伫神最好业来请接伊所应允要互听伊的人会过吗？若是恁就认了送香人，有人敢毋是兄做恁，家己拖恁到审判厅吗？敢毋是谤道恁所互人叫尊贵的名吗？照圣经所记载，着听厝边亲像家己。恁若守即个记好的法到尽，才是好。多多恁若用外貌处人，就犯罪，互律法定做犯法的。因为既若专守律法，也对一条跋倒，就犯着正条。因为讲无伫奸淫的，也讲无伫杀人。若恁无奸淫，也有杀人，是做犯着律法的人。恁既然要照互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着照安尼讲，照安尼行。因为人无怜悯人，当审判也无得到怜悯，怜悯也假审判来夸口。我的兄弟啊，人讲有神，也无行，有啥物利益？只好神会救伊吗？若有兄弟也是姊妹，无通亲，无通食，恁中间有人甲因讲，通安然去，愿恁清烧食饱，也既然无用身躯所强用的，互因有啥物利益？安尼神若无行，就家己是死。这时，请玛纳团契甲正代中青团契来献诗，因要献诗是爱放光芒，还有爱可以再更多一点点。
这是写古部书来讲到伊的题目是信心的行为。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阮感谢你，伫每一个时刻，你拢教阮伫地，帮助阮，互阮对你的话语中领受真理的教导，互阮伫阮的生命中，会当因为你的话语，成做阮行出合你心意的行为。愿主看顾，互阮照着你的话语，进入到阮的心内，保守看顾阮头前所要行的路站。愿今仔日的经文对阮每一个人拢有提醒，以及成做阮生命的美流。愿将以下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亲身来引带看顾，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是咱这阵青少年，就是玛纳的主日。玛纳这个团契，就是咱教会读大学以上的青年因所组织的一个团契。今仔日咱透过所定的玛纳主日，要来关心这阵青少年，了解因伫因平常的生活顶面，伫因伫学校的学习顶面，以及伫因手中所做遮的工课顶面，互因伫教会信仰生活，互因伫生命成长的过程中间，咱会当搁较来了解因，搁较会当明白上帝伫因身躯顶的遮个恩典。所以今仔日牧师伫旧年所选的经文是雅各书，要用来勉励咱玛纳团契遮个青年，互因伫学习遮个专业的知识的过程中间，有缘爱落实伫信仰顶面的生活。咱安尼来看，咱伫雅各书内面，其实雅各书侪引用福音书中间耶稣的教示。这个目的是要教导遮个信徒，伫主耶稣伊搁再临的进前，爱达到一个完全。所以要达到完全，其实伫生活中就应该用什么款的言语、行为来面对这个社会中一个价值观，就是好业、颂香、尊贵，加这个卑贱的这个部分。无论唔单是安尼，还佫有其他人生议题顶面所带来试探。虽然伫历代中间的遮个神学家对雅各书的作者其实有无共款的看法，迄是因为当时雅各这个名伫犹太社群中间是一个真普遍的名，但是要收配遮个收配的人，其实应该照研究来看是犹太社群中间的这阵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若安尼来看，雅各书是咧勉励警告遮所有伫犹太军中遮个军队耶稣的人，伊应该爱照着耶稣的教示来生活。尤其对遮律法的遮个解说，来做因生活中一切的准则。所以，安尼才有法度去处理因伫生活中各种的议题。也毋过有一派人讲，其实伊是要对犹太遮个群体，就是也未军对耶稣遮个人，要甲因表明讲，伫迄个传统教训的遮个言语中间，以及遮智慧律法中间所讲的，其实要互因知影，甲雅各书内面讲遮个完全是无冲突的，会当帮助伊去了解遮军队耶稣基督的人，然后互因嘛成做耶稣基督的军队者，互因会当结出上帝的迄个美好的旨意伫因中间。那安尼来看，雅各书中间所讲的即个完全到底是甚物呢？咱若对旧约申命记18章13节来看，伊是咧要求以色列百姓伫上帝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即个意思是讲，爱一个真完整、
这个完全是表示一个完整，伫上帝面前是一个完整的人。咱来用宗教的这个用词来看，就是一个献祭遮的祭米是一个无欠缺、无瑕疵的，会当成做一个祭米献给上帝。所以雅各书内面要讲的这个完全，咱若照着旧约内面来看，咱就是爱一个真完整的人。那呢，人伫上帝面前要完全，这个重点就是伫上帝眼中无欠缺，会当互上帝所欢喜的。这款的完整，常常伫旧约中间，也是伫咱的信仰内面，咱就爱甲这罪恶爱离开，咱爱甲公义结连做伙。重点是一个正直顺服伫上帝的内面。所以伫旧约中间讲到上帝的作为是完全的，这个要表明的是伫上帝所行的无迄个无公平，因为上帝是一个真实无虚假的上帝，是一个公义正直的上帝。所以，若对雅各书即时要表明的，是一个真强烈的伫宗教内面，就是咱爱伫上帝面前，甲上帝面对面。而且，咱对人嘛是爱一个真正直、真实的一个中间。不过，这是旧约内面，伫新约内面有可能是无共款的观点。这个无共款的观点，新约内面是用一个学习做一个进展的一个要来探索的，因为要运用伫一个初阶、中阶、正阶，一直到完全这种概念。这种概念就是伫当时的时阵，伫希腊的这种哲学的过程中间，哲学家因认为人的学习是一段一段来，所以你要达到一个完全，你需要透过学习一段一段来进展的。也毋过，咱今仔日无要讨论迄个部分，咱要看的是今仔日的雅各书其实是历代中间讨论上多即个完全议题的一卷册。雅各书的对象是犹太人，伊甲马太福音的对象是同款的类似的，所以对一个完全的即个部分的教导，其实是对旧约的迄个完全来的，就是爱完整无瑕疵的一个人。那呢，即个完全，就爱互即个受配人对信仰甲委身做一个真重要上尾的终极的目标。所以，雅各书第1章开始，伊是咧说明，即个完全是对上帝遐来逐项美善的恩赐，甲逐项招悲的赏赐，也就是讲，咧提醒读修配的人，互因会当知影一个全备的律法中间，对伦理规则一个全面而且是完整的实践。那来看，当咱伫咱生活中，咱要安怎来做？敢若咱拢做袂到，咱无可能伫咱的一生中间会当达到一个完全。总是雅各书的作者咧表示，一个真强烈的表达，就是信仰要达到一个完全，一定要有一个互人会当看见的行为的表现，也就是爱伫言语。你的喙齿顶面无过失，受配人若会当达到这种完全甲忍耐，直到上尾完成上帝的工作。雅各书伫上尾又表达这款的人会当受到上帝赐福怜悯。也毋过，雅各书真正要表明的，要互咱提醒的是，真正的敬拜。毋是干那参加即个宗教的礼仪的活动尔，是爱有一个合理伫你生活中一个伦理的行为的表现。也就是讲，即个有信心的行为，毋是喙顶面咧宣告的，毋是你用讲的，是爱展现伫你生活中的行为言语出来。
进一步去关顾、照顾到即个律法以及伫即个弱势人的即顶面遮议题。转来看咱今仔日所读的第2章，即节特别咧关顾一个是好野的人甲丧凶的人一个对比的表现。伫第2章第1节安尼讲，既然恁是阮荣耀主耶稣基督的信徒，就毋通靠着人的外表，用无共款的态度去对待人。即句话伊的背景的基础是一个审判自责的一个场所，是要指出伫耶稣基督临到迄个审判遮有信的人，当恁咧审判人的时阵，袂当照人的外貌去偏袒对待人。各位兄弟姊妹，即句话其实有时互咱真恶去理解，迄是因为咱每一个人，咱咧面对人的时阵，咱想敢有可能是伫咱的内心中间，咱会对对方做一个评价出来。即个咱要看即个人，咱要安怎判断伊是甚物款的人？咱上直接的迄个观感，就是会对对方的外貌、伊所讲的话、伊的行为来做一个观察。然后，咱会讲，这就是咱产生的第一个印象。第一印象，通常啊，咱人会对即个人第一眼所看到的，咱就将即个印象观点放伫咱的头壳内面，然后呢，对对方做一个判断。除非你即个判断伫后壁吼，有互你整个改观的事件出现，也无要改变你即个第一个判断，即个第一印象其实是真恶改变的。过去牧师伫职场顶面，我嘛会出现，也是我的职场中间，拢会出现一种用外表来判断对方的情形。我想我捌甲大家分享过，我做过汽车销售员，就是汽车的业务。汽车业务伫30年前吼，我迄阵是咧卖进口车，所以我面对的迄个客户吼。大多数拢是迄个中小企业的老板，也是讲政府机关的这种采购人员吼。基本上吼，我若看到对方，也是阮遐同事看到对方，伊所穿的衫，伊用的遮个物件，手表也是笔，也是伊讲话的方式，阮会当直接判断讲，啊，即个人入来，伊是毋是真正要来买即个进口车？因为进口车当时是100万的吼，30年前100万已经是真大意啊吼。阮会当安尼直接判断，但是吼，有些靠外表吼，嘛有判断错误的所在。因为有的人伊所有的遮个财富，也是伊有的讲伊的富有的程度，其实毋是会当互人对外表会当真简单就看出来。所以，伫网络顶面也是有一寡故事的情节，也是遐个8点档的戏剧，其实拢伫我咧职场咧卖车的迄个时间，其实拢拄过。嘛，真实伫迄个时间看到侪的遮个代志，比如讲，有一届我的同事咧值班的时阵，伊看到一个人穿衬拖入来，吼，佫毋是迄种蓝白拖哦，是那种夹脚拖哦。你就知影即种夹脚拖吼，就是一般咧穿，就穿甲就是一般，伊就凊彩安尼咧穿，是可能生活中就是安尼。然后伊入来迄个展示间要看车，我的同事一个就判断伊，即个先生是要来踅踅的尔，要来找冷气尔，所以就无真主动要去甲招呼，就讲了，即个先生就走。过几工了后，即个先生敲电话来要找原本接待伊的迄个业务。即个业务讲我无闲啦，伊叫另外一个较菜鸟的去接，毋是我啦吼。叫另外一个去接。结果呢，无想到上尾，即台车的订单，互即个新的业务去摕到。
而且迄个故事毋是干那安尼哦，迄个故事是后壁吼，差不多我知影头1年左右吼，即个客户佫继续陆续为伊公司买车，嘛介绍伊的遐个客户继续买车。我要讲的是，伫咱的生活中，咱减袂伫迄种无注意的中间，咱渐渐将即个第一个印象，就是对别人的外表、面貌、言行、语言做一个判断的。互咱咧面对所有的人事物，加一切代志的时阵，其实咱真恶去避免即款的情景。所以雅各书咧提醒咱，伊会警告咱遮已经信耶稣基督的人，袂当去偏袒遐好野的人，然后看轻遐丧凶的人。所以无论是已经信靠主耶稣的犹太人，也是还未归信的耶稣基督的犹太人，所以当伫今仔日的雅各书第2章咧讲的是，当遮犹太人来到一个会堂的时阵，其实因毋是咧进行一个宗教的活动，有可能嘛是伫即个时刻咧进行一个审判甲仲裁的一个所在。所以伫雅各书内面，伊所举的例，就是伫好野人甲丧凶人中间的一个诉讼的过程。这个故事是伫教会中间所发生的。这个故事伫耶路撒冷的所在嘛有发生，就是对一个手中有一个金手指、穿了水水的衫的人，伊入来到会堂，会堂的人接待伊，互伊坐伫会堂中间上好的位置。对身躯穿了无整齐，可能佫有一点仔味的遮的丧凶人，因是直接就真野性，无要接待因，互伊徛伫边仔尔。所以雅各伊咧指责即种的行为，讲这敢毋是恁偏心对待人吗？你用歹意来臆断别人吗？即位穿了真水的衫的即个有好野的人，坐伫靠我伫迄个主理者的即个位，迄个位伊看做是一个真尊贵的位。但是咱入来到上帝的殿，其实咱无分倒一个位是较重要的。所以后摆吼，请恁坐位第一排来，莫互牧师坐第一排，吼，莫讲第一排啊，迄是牧师坐，毋是。每一个位拢是上帝为咱备办的位，所以伊无尊贵、无丧凶、无亚济，才会分别。所以今仔日雅各书第2章，伊设定的即个场所是伫一个法定的状况的下面，然后伊讲的即句话是要呈现出对迄个穿好水水衫的人一个待遇。要甲礼遇，互伊坐伫一个特定的位置。要显明的是，伫法定还未开始进前，在场的人就已经照着人的外表做出一个差别的待遇。这个差别的待遇伫利未记中间，伊有讲着讲，恁毋通歪曲正义，毋通去偏护即个丧凶的人，嘛毋通去讨好遮好有权势的人，爱用公断来评断你的同胞。雅各书提出这点，咧指出当时的教会已经违背了利未记的即个教导。所以，伫雅各书的作者，伊要表达的是，当教会咧聚会时阵，若出现即两款的人来到教会聚会时阵，那呢，咱要安怎来接待即两个无共款的人呢？咱是要对遐好野的人真客气，也是咱要看轻、看无遐丧凶的人呢？其实，即个问题是当时就发生，一直到现代悠远还阁存在。有权势的人去欺负遐丧凶的人，特别伫法庭顶面扭曲遮个事实，无照着公义来审判，
对整个的社会群体是真大的影响。所以，上帝真厌恶即款的行为，以及伊未了下做即款代志的人，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公义的，是因为伫咱敬拜上帝的所在，既然有即款看轻送向的人，对有钱的人特别照顾。上帝的受气是因为这就是藐视了上帝的公义。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代志。伫咱这个时刻，有可能咱拢生活了还阁会使，也是咱生活了袂歹。但是照顾送香的人是咧见证上帝的疼。但是这个送香，伊所指的毋那是金钱尔，有时是心内送香的人。作者会安尼表示，是因为遮送香的人伫每一个世代。拢是属于一个弱势的群体，定定互人看无、看轻、忽略，也是欺负。所以今仔日透过雅各书，咱要搁一解了解到，照顾送香的人，哪送香的人，哪是需要咱去甲伊帮赞甲关怀。所以咱要明白，其实咱看咱家己的时阵。咱知，咱拢是有上帝恩典、丰盛有春的人。伫早期的教会，好野的信徒并无多，多拢是因为真善车，互社会所看轻的人。所以当因来到教会这个群体中间，因受到真大的鼓励，迄是因为教会会当接纳因，互因伫因的生命中。得到真大的鼓励，所以早期教会信徒伫社会中拢是属于迄个弱势群体。伫雅各书内面要表明一个观念，毋是因为咱有甚物款的条件，才会当引起上帝关心更加竞选，迄是因为有上帝的疼，竞选咱即阵自认为咱是一无所有、卑微的人。所以，咱会当对雅各书内面要来了解的代志是，基督徒对代志甲价值的观念，应该是建造伫信仰的基础顶面。咱对信仰的这个角度来看，咱身边的代志甲问题，有可能咱每一个人所领受的观点会无共款，但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伊会清楚明白一件代志，若无谦卑。就无法度知影家己有偌尔软弱，家己若无谦卑，就无法度去明白上帝的疼。早期的教会已经出现的问题，就是遐个信徒认为家己已经好野了后，因颠倒头来看轻遐送香散车的兄弟姊妹。这是雅各书中间伊无法度容忍的，所以雅各书第2章咧表明的是。过去遐送香散车的信徒，因今仔日好野，因爱记得，毋是家己有得到什物款会当夸口甲骄傲的所在，应该是去扶持帮赞遐送香的兄弟姊妹。就是当因送香生活困苦时，因来信耶稣基督，加入教会，结果反倒当阵伫迄个时阵。互遐个好野人侮辱、亵渎了上帝竞选因的恩典，所以这个时期因的身份改变了后，因用过去所受的迄种轻视的态度来对待其他的人，这是真错误、无应该的态度。各位兄弟姊妹，无论咱即时，咱是伫金钱、财产，也是伫咱心灵内面，好野也是送香。大多数的人都用金钱甲财富来看法来论断别人，来论断别人的身份地位甲价值。也毋过，上帝是用人的心甲灵来看咱，来查验咱的。今仔日，当咱咧不断咧强调家己是基督徒身份的时阵，咱必须要用实际行动。来实践圣经的教示，
就是当咱咧表明咱是基督徒的时阵，咱嘛咧表明咱心中是确信上帝。当咱确信上帝是疼的时阵，疼是所有律法甲诫命的中心。所以咱知影，当咱咧讲上帝是疼的时阵，就要用实际行动将疼表现出来，毋是干那停留伫遐讲讲尔。而且真实的疼是无分大小，就亲像诫命无分重较轻共款。拄则玛拿团契因所献的这首诗歌，是因伫顶个月伫南方澳地区上尾迄个宴会，因献唱互遮的囡仔甲家长的。今年因的主题是爱放光芒，透过因过去这段时间，因的思考，定着宴会主题，定着宴会内容，对无甲有，因愿意付出因的时间，因愿意付出上帝予因的才能，编辑课程、找歌、办活动，每一个拢甲这个主题。要连结做伙。我想顶个月伫团队讲道的时阵，咱嘛看到迄支影片，上尾看到因咧唱歌，因咧唱歌献互学生的时阵，我想大家会记的，迄阵讲一句话是：因咧哭，并毋是因毋甘，因咧哭是因为因看到即阵囡仔伫短短几工中间。真实去领受到上帝的疼，因的生命有开始改变。咱的青少年看到这囡仔的生命得到改变，受到感动，所流的目屎是一个感动、感谢的目屎。因付出了行动，所以当咱咧看今仔日雅各书这段经文的时阵，咧提醒咱，一个人若是讲我爱上帝。伊要去遵守迄个真严格的律法的规定，伊会去完全去做正上帝所交托一切事，毋是选择性的，讲即个我要做，迄个我无要做。那亲像一个人真爱别人，就袂讲去比较讲，我互伊的爱较多，互你的爱较少，你的爱较大，我的爱较细。只要是爱，就无分大细一个来分。伫南方澳因做做即个过程中间，无因为对方因生活伫南方澳，无论因的家庭的背景是安怎，有的囡仔可能是较伫困苦中间，有的囡仔可能是伫较好的环境的内面，因无分大小，因用行动来疼来爱遮所有囡仔。各位兄弟姊妹，当咱每一个人来到教会。其实咱拢咧追求上帝的疼甲了解，因为安尼，咱进入到教会的门，咱就无所谓迄种位阶的关系、大小的分别，嘛无迄个好野甲丧香的差别，因为咱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拢是罪人。那安尼，上帝拣是拣选世间的丧香的人吗？这句话伫雅各书内面是一个反问句，是爱咱去思考咱对好野甲丧香的想法，因为咱人会去气嫌迄个丧香，气嫌迄个无好野。对信仰的角度，这句话是要爱咱去想，咱拥有是上帝国度的富足。因为上帝毋是照着世间咧指的这个财富、金钱，因为有时咱咧想，这个人真丧香，有可能是伊就无钱啊。但是上帝国的毋是安尼，所以雅各书咧提醒大家，应该是爱离开、避免这种世界的想法，重点应该是伫即个信仰的顶面。伫遮世间顶面遮丧香的人，要成就伊所应允遐疼伊的人的心的角度，
既然因有产业通好承接，即个产业对信仰的角度来看，就是因是富足的，因毋是丧向的。上尾，当咱咧面对人会用即个世界的价值观来判断一个人的好也甲丧向的时阵，其实在伫咱生活中一定拢会拄着。那呢，咱要对即个问题，咱要怎样用信仰的角度来看待呢？《定下古书》第2章第8节内面，讲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爱疼别人亲像家己，疼厝边亲像家己。这是上帝国的法则，避免人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人。咱伫对待所有人，无论伊的状况是怎样，咱拢应该对咱的心内同款的标准来看待对方，就是将对方看作是家己一样来疼伊。那呢，咱就当避免有迄个私心的状况的出现。信心的行为，毋是勉强做出来，毋是用世界价值观来呈现的。信心的行为是真实去经历到上帝的疼，对灵内面、对心内面，互即个上帝的疼来，互咱的行为、咱的言语会当表现出来。无论伫什么款的时阵、什么款的所在，咱的信心的行为，一切拢是要见证上帝伫咱身躯顶的疼。今仔日是吗哪主日，愿上帝甲咱即场青年同在，帮助因伫未来的日子，对因的心内所发出的行动，真实见证上帝的疼。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当阮真实领受对你下来的疼的时阵，阮来看这个世界，阮来面对人的时，阮袂阁用这个世界价值观、世俗的眼光来看待阮身躯边所有的人。阮更较明白，阮用信仰的角度来明白上帝你的疼，来遵守上帝你的旨意。互阮所行所做，互阮所讲的，拢伫你的恩典的内面，要来见证上帝你的疼。愿主帮助阮，嘛帮助教会吗哪团契所有的青少年，以及伫正代中青一家的客友，互因伫未来的人生，互因的一生拢跑走伫上帝为因备办的道。互因起了着上帝应允，互因真实经历到上帝的无比永远不变的疼。愿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是咱请吗哪团契的两位兄弟来甲阮分享因团契的生活。大家好，我是吗哪团契会长慧谦，即马要来甲大家介绍吗哪团契。吗哪团契是一个大学生的团契，毋过嘛有真侪已经毕业的客友继续参与伫咱的中间。阮平常时聚会时间是每一礼拜六暗时7点到9点半。平常时咱聚会的人数差不多是10人。今年拄考到大学的客友是7个人。因为阮是一个大学生的团契，所以也有一寡无伫咧台北读册的客友，无法度每一礼拜拢甲咱做伙聚会。毋过因若是有时间有闲，其实拢足想要转来甲阮做伙聚会。阮平常时聚会内容主要是
查经甲读册会。咱今年读的圣经是真言，图片迄就是阮即马伫读的甲信仰有关迄个册。嘛透过查经甲读册会，阮的客友之间会当彼此交流对信仰的看法。其他的聚会，阮嘛有安排专题，比如讲认识神召会。亲子沟通、爱情专讲，拢是阮过去捌安排过的专题。除了拄则讲的聚会内容，阮嘛有其他真精彩的活动，比如讲，阮今年有去云仙乐园佚佗。下一页。嘛有举办全教会二手义卖，嘛甲少年团契有做伙聚会。阮暑假嘛有去台中生活营，顶礼拜拄结束的，台东过生活营，顶礼拜拄结束的迎新烤肉嘛是真趣味的活动。伫参与伫教会活动部分，其实玛纳团契嘛有做伙来参与，有平常时的主日礼拜的献诗，旧年的诵读圣经。甲感恩节、圣诞节的活动，以及暑假去南方学的福音队。除了玛纳团契服侍以外，阮嘛有真侪客友用个人的身份参与伫教会逐项的事工顶面，对，嘿，所以对我所以对我来讲，玛纳团契有真侪真好耍的活动，毋过嘛共款重视客友对信仰的理解。参与伫玛纳团契，当互我甲差不多年纪的人做伙伫教会服侍。平常时的聚会嘛，互我伫生活中得到身体甲心灵的满足。所以对我来讲，玛纳团契是一个彼此相挺、温暖甲互人快乐的团契。所以嘛，我嘛邀请各位兄弟姊妹继续为着玛纳团契来关心甲祈祷，互玛纳团契未来一切拢有上帝看顾。多谢。好，换我。我是玛纳团契副会长，嘛是即届南方福音队的总召安尼。即届福音队拢总有28个同工做伙去，有45个学生甲咱做伙参与即个营队。好，下一页。好，介绍一下，这是咱即届做伙牧者同工。对倒手边是南方教会周牧师、牧师娘，佮有咱教会团导娘，佮有伫正手边迄是柯牧师。好，下一页。好，这是咱的同工行政组。好，下一页。佮有课程，佮有活动，佮有咱的戏剧组，佮有咱的队服组安尼。好，拢总有足侪来自各个中青团契咱的大学生，佮有咱玛纳团契的客友安尼。好，下一页。这是伫顶礼拜回顾影片咱有看到的，是咱献诗的影片。伊迄天是礼拜日的下晡，拢总有22位的遮小朋友转来甲阮做伙。成果发表，佮有20位左右的家长，佮有南国小的主任。南国小是咱主要活动的即个国小，佮有南方教会的会友，佮有社区，遮所有甲阮做伙来分享，甲看咱伫即个营队咧创啥物安尼。好，咱今年有。新的一个家庭的探访，是咱伫出发进前有先做一个 Google 表单，会使问遮的家长敢会使开放因的家庭，互阮去探访。拢总有9个家庭，已经超过咱所想的安尼。好无
张毅好。探访的即个是咱每一个同工，阁有咱的牧者，中级咱做伙去。啊，阮要去的目的是要介绍南方教会，互即个家庭中间的家长，阁有小朋友熟悉。另外，转来到文山以后，南方教会会使继续来关心，啊，阁有帮助遮个有需要的家庭。好，啊，这是咱家己煮来食的部分，咱有煮2个暗顿，阁有1个早顿。是要咱这些是要节省预算啊，嘛会浪费遮个食物安尼啊。伫煮啊甲食的中间，咱会使彼此分享啊，阁有继续咱有听的即个团契的生活。好，这是即届有足特别戏剧，啊是为咱同工所提出的即个想法。对道具啊、灯光啊，阁有音效，拢是咱大家设计啊，阁有举办的。好，对我来讲今年的福音队是一个足特别，因为有足侪同工，大家做伙来服侍，啊对2月，阁对2月就开始咧举办即个营队的即个内容，我嘛要讲感谢大家会使继续来替阮代祷，啊嘛感谢大家对7月开始就关心咱，咱伫南方教会的时阵就感受到咱正会友的疼，阁有温暖安尼，啊嘛继续为着南方教会迄个地区囡仔，阁有教会所做的事工，会使互即个爱放光芒。一个主题会使继续伫遐来传福音。好，啊，这是迄阵有公报社有为咱做一个报道，大家会使去看。内底有讲咱即届福音队的内容，阁有咱所做的事工，嘛有好，下一页，无。好，这是咱即届我想足适合咱的经文啦，是伫约翰一书第4章第7到第8节。就讲到咱即届营会的听，阁有咱特质的部分。咱是即届是用动物的特质来介绍咱伫听的中间，会使算当时就是放。那个爱放光芒的那个放，就是咱伫听的中间会使佚佗，会使耍，嘛会使发出咱家己的光芒安尼。啊，家己的光芒就是咱即个用动物的特质来呈现安尼。好，安尼结束。多谢大家。或者是，请咱做伙来唱回应的诗，诚信诗618首，诚信诗618首，咱着信靠上帝，咱着信靠上帝，正直向前无退，诚心望靠主来行，一切工作为成，行咱着拄去，望无伫累子，上帝知咱一切苦难。灵敏体听帮赞，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过人生。
愿主掌管治理，那一命令之心，就在救主奇妙成就，智慧惊灵研究。啊，我无论是我，无真理无线，宣扬救主遐样真理，祈求灵有意识，主你在我内，感谢了属有，求你在我乱流。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若是你还无明白奉献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请坐。伫报告的台省，咱做伙来读经句2遍。伫周报的第2页，请。可见性甲伊的行，秘密正经，都是对行来得到完全。那何事日周2020。可见性甲伊的行，秘密正经。各是对行来得到完全，那各处第周后周的圣工分担啊，因为时间的关系，请有何在的同工家己来看。礼拜3的查经祈祷会是太泽的祈祷会，是伫教会2楼，且大家若是有时间会使来参加。礼拜2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21节。题目是坚持顺服上帝的主权。伫周报第6页的教会消息的报告，今仔日是玛纳主日拄仔有讲真侪，阮少年人伫
教会何塞啊，请大家甲阮带导甲关心。第二点是信用的课程，啊，若是有想要洗礼，会使甲牧师报名。第三点是9月20号教会有举办一个电影的活动，看电影的活动。啊，若是有想要报名的，还是有问题，拢会使传到来问。啊，后面就请大家家己来看。今仔日敢有新来的朋友？大家平安。今仔日有一位新来的朋友吼，伊叫洪胜玉，啊，伊是那个团导甲团导因阮个母会高雄的高雄五甲长老教会的执事，对，然后他这次上来就是来找我们，对，那请起立给大家，对，欢迎他过来这样。好，非常欢迎。那这时，请咱互相来请安。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正做神，因为耶稣你革命。耶稣，咱有过我的人生，欢喜享受主我名，欢喜给咱的主听，因为耶稣好福，咱也出事听。这是来用煞咧变诗。新信诗390首，因诗线请牧师来默祷，就祷。
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盼望，信心的同在甲扶持，甲恁众人伫地对一碟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袂倒。礼拜即时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